今集同大家介紹一下八大比例複雜功能試計 5396R011。八大比例享有獨家專利嘅連翼腕錶，誕生於1996年，喺20年嚟書寫咗一段成功嘅傳奇。呢一種巧妙嘅裝置可以顯示星期、日期同埋月份，而每年只係需要調校一次，當之無愧咁成為咗八大比例旗艦錶款之一。複雜功能試計擁有多款嘅款式同埋風格，結合咗優雅嘅線條、珍貴嘅材料，自然受人矚目。今集介紹其中一款 5396R。5396R 設計靈感來自於1982年停產，編號3448嘅萬年曆腕錶。由於3448系列喺近年嘅拍賣成交價屢創新高，令到外貌酷似該錶嘅新版5396系列推出之後備受買家嘅追捧。5396R 腕錶，錶殼以玫瑰金打造，錶徑38.5毫米，光澤嘅流動喺錶盤流暢嘅線條上面展現出八大比例出色嘅拋光打磨製作工藝。乳白色錶盤上方配備咗星期同埋月份嘅顯示功能，而中間嘅係金質立體時錶，下方嘅係月相同埋日期顯示。鏡面同底蓋都係採用咗藍寶石水晶玻璃。喺錶冠上飾以浮雕八大比例十字星標誌。喺錶帶方面，中式嘅鱷魚皮錶帶搭配摺疊式嘅錶扣，而腕錶亦都具備咗30米嘅防水功能㗎。5396R 腕錶由324自動上鏈機芯提供動力，以347件零件製成，動力儲存最少35個小時，最多45個小時添。機芯亦都獲得咗八大比例印記嘅認證，可靠性無與倫比。呢款咁精彩嘅 5396R，你又點可以錯過呢？